知唔知道你命中注定能夠幫你揾大錢嘅方式，究竟係屬於邊一種？係穩穩陣陣嘅正財，定係突如其來嘅偏財，定係有一股神秘力量喺背後幫助你得到嘅陰財？嗱，我用1分鐘時間同你講清楚。嗱，先講正財，呢個咧就要靠你透過努力工作，一步一腳印咁賺翻嚟嘅錢，好似每日準時翻工咁啦，用心經營生意啦，慢慢建立自己嘅品牌同埋口碑。呢啲財富咧係你自己靠努力去累積，好穩陣嘅，但需要時間。跟住咧就係講偏財啦，呢個咧就刺激好多啦。嗱，講究咧就係要靠運氣同埋機遇嘅。突然之間你投資嘅時候有個大斬獲，股票大上喎，或者咧有個貴人俾一個好嘅機會你。嗱，呢啲錢咧嚟得快，但係咧好飄忽，你完全係唔能夠把握得到，亦都唔係由你話事嘅。最後咧就係陰財啦。陰財咧唔一定係一啲壞事嚟嘅，但係咧佢一定咧同靈界有關係。有一啲人咧佢突然間咧好運到離晒期嘅，佢賺錢咧快到連自己都唔相信，佢好似咧背後有一種無形嘅力量喺暗中幫助緊佢。呢個力量咧可能係來自於財神啦，或者係陰神啦，或者係一啲靈體都得㗎。佢哋幫你咧，有時係要你去用呢一筆錢去做某一啲事情，可能係投資啦，亦都可能咧要你去還功德。如果你都想知道點樣先至可以得到呢個陰財嘅幫助，記得分享同埋留言。陰財老師會協助大家，記得 WhatsApp 我啦。